台湾会有好滋味，靠的就是每一个人的认真甲努力，才会当互咱食了安心又搁健康。台湾的农民实在真厉害，毋但爱会晓管理产地，每一个阁拢是田内面的科学家，用科学的方式种出较早爱靠进口才会当取得的食材。较早就爱靠进口才会当有的肉桂，即马伫咧台湾的埔里山区嘛有人咧栽种。肉桂毋但载着浓浓的情感，嘛捌改变过世界的经济史。公司台语台，台湾好滋味，上怀念的迄一味。